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3月14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运动消息。中华职棒的新球季昨日咧台南球场开幕，由中信兄弟甲统一来对战。新球季的头一战就拍要到5点钟，落尾兄弟以10-4拍败统一，摕到这季的头一胜。中华职棒32年球季13开始。 统一赛派20批股274港币个人内容先发对中信兄弟，改写中职史上少年的开幕战先发投手纪录。虽然第一球就弹出150公里的球速，不过控球无稳，一球就落3分。中信兄弟有战术下达，周思齐在1、2垒之间，现在碰到被夹杀的状况，不过3垒这一分是已经回来了。 统一赛伫咧第2局开始反攻，所得嘅攻出中华甲安打，时冠股林左嘅林泰安连续攻出安打，共3分立皮。这个时候就考验3垒小者的速度，一个弹跳才进手套，所以林佑乐划回了第3分。 赛队全场总共送出14遍保送，尤其是第8局中信兄弟的江子贤，先伫咧满垒时阵经到一个保送，带有1分的打点。国际红高补一粒2垒安打清垒，兄弟一局就灌4分。许继宏打第1球，中左半边飞线距离感觉还蛮远的，是落在了红土区再反弹回来，所以现在李三的跑者有机会3位都抢本垒啊！许继宏站上2垒，詹子贤回来得分。 这场比赛现场的观众总共7800人，总统蔡英文也到现场看比赛。中场兄弟以10-4拍败赛队，也创纪录项纪录，包括双方总共用13位投手，比赛时间总共是4点钟过45分钟，也创9局上长比赛时间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发生恐怖攻击的阿富汗，搁再传出汽车炸弹的攻击事件。 西部城市赫拉特中心的警察局头前，昨日暗凶有货车爆炸，目前已经造成8人死亡，47个人轻重伤。爆炸迄当阵市区的人真多，一台载炸弹的货车驶向警察局方向崩起，力头是真强。救援人员赶紧到场，把掉伫咧土石堆内底伤者救出来。到目前为止，也无任何组织出面讲这件攻击案是因做的。当地政府指控讲是武装组织。 新学士涉案，不过新学士组织无发表回应。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所以咱赶紧得找其他出路。不过即马所传出讲，咱出口去日本的香蕉有一柜农药超磅，互人紧急落架。农委会已经证实这项消息，不过强调讲这只是个案。 总统蔡英文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进前伫面册欢喜宣布，台湾的香蕉、山野丁4种水果通过检验，要去日本东京奥运。啊，毋过伫这时阵，却传出台湾的香蕉，互日本西本贸易公司验出农药超过标准，紧急落架。农委会也出面证实。 这个有好几柜，不过就只有这一柜有出问题，那其他检查都是合规定的啦。那这部分是属于个案啦，那或许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输入这个香蕉的这样一个情形。西本贸易公司打出公告，强调检出残留农药百克敏有0.12 ppm， 已经超过容许达0.02 ppm 6倍，决定回收。 农委会表示，差不多750箱的香蕉退回，这批香蕉伫1月底外销日本是有单一外销业者凊彩提无符合标准的香蕉出口，未来会提升检疫比率，避免搁发生这种代志。是少数的外销业者直接拿这样的一个香蕉来出口到日本，我们已经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严格的要求所有的外销业者都要依照规定来办理。 被检测农药百克敏是杀菌剂，避免外观有污点。回溯这批香蕉产地来自高雄旗山，农委会也表示，业者验出香蕉农药超过标准，若无遵照规定，会由县市政府依法做裁处。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较凉，玉山有机会落雪。来看上新的分图。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方面的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早起上气温伫咧苗栗西湖14度1，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回升，中南部甚至会到30度。这款温暖的好天气会一直到拜五，西半部甲外岛地区会高大雾，骑车驶车就要注意。另外，虽然已经3月份，不过今仔日过到了后，水汽若是有够，加上温度低，玉山有机会落雨。
头拄仔气象当中有讲到，会落雨的区域拢是伫咧北部、中南部，搭欠水的情形是哪来哪食力。有民众就赶去走去苗栗东路在山泉水来游泳。苗栗的日月潭水位是一直咧下降。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是讲，若是阁继续无落雨，未来都会甲所有的码头总关起来。抽水莫大一直放，将泉水抽起来地面，未少民众提水桶来接水。因为目前中部面临欠水危机，民众准备将山泉水再登去储用。现在没有水啊，现在是干旱。平常生活要用水啊。那你这是家庭用吗？对。苗栗县东路乡的龙泉山泉水，逐工拢有民众来灌水。这本来是当年稳泉无停，因过即马水位只剩大约10公分，也会到莫大才会当顺利抽水。全台水情继续欠，中部的状况特别严重，各水库水位一直降。日月潭目前的水位也甲满水库落差达到10公尺，换近738公尺。毋那高架甲巴全部拢已经通出来。潭区的4大公有码头也已经封几下的铺排。若讲水位继续降，入管处不排除封全部的码头。这哦，那爬是有影较歹爬是，还是讲老伙搁较食的？一达到这边呐，只剩下4号码头后面的2个位置，它的水深差不多还有3米可以停靠。它水位如果再持续下降的话，这个地方也会没有办法使用。目前包括台中、新店、苗栗、台南、嘉义、北中等6个地区，水情出现感染色灯。若讲继续无落雨，水情灯号就去红灯，就需要进行分区供水，也是定点供水措施。台中甲苗栗也已经宣布将伫15进行强5停止抗苦化演练，希望会当提早因应上歹的水情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行政院这礼拜4就会通过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的草案，甲4个人以下小型公司算入去强制加保的范围，嘛增加医疗、伤病、死亡甲失能给付。投保的薪资上限提悬到72800块，预估会有1087万人劳工受惠。来看联合报。瑞士联邦银行2月初4公布讲，要甲放伫咧王川普家族口座内底2.6亿美金的拉法叶军舰案的空米上行予台湾，不过资金到单也未回转来到台湾，因为瑞士的法院要咧审，互这条钱行转来台湾的日子充满变数。上尾是《苹果日报》，台湾有一个瓦高铁站的有售案曾开放预约，要参观的人爱传10万的机票做定金才会当入场，有要1000人来排队。现场的民众讲，拢是家己要带的。更像是表示，想要到有遮侪人来看，互现场的工作人员压力真大。欧洲传出有30个人疑似注 AZ 疫苗了后，血管出现血角的情形。目前已经有10外个国家宣布暂停注 AZ 有风险。不过，咱台湾头一批要注的就是 AZ 疫苗，敢会参考欧盟的建议，甲严重过敏的警示标语。但是中共会由专家来讨论。另外，台湾甲葡萄旅游互相开放的政策，但是中表示有去过高风险地区的人，无建议参加。澳洲传出有30个疑似注新冠牛津 AZ 疫苗了后出现血栓问题，到10日为止，已经有11个欧洲国家甲亚洲的泰国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欧盟由品局发声明强调，这个疫苗依然是安全，不过应该加注可能严重过敏才建议。外界关心台湾是不是对咧做加注建议？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这需要由专家会议来决定。还是要由我们的专家委员会来做决定。但是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可能的副作用，那当然在访单或者是在打疫苗的时候，跟民众清楚的说明，这也是应该的。另外，台湾甲帛琉的旅游专案特别开始，相关检疫措施已经讨论到最后阶段。目前规划到当地爱提供登机前31台核酸检验阴性报告，用团进团出的方式。但是中进一步透露，去帛琉的旅客若是有高风险地区旅游史的人，无建议报名，甚至有旅游史的人也可能被排除在外。基本上，他当然是要在台湾里面的居住的一定的时间嘛，不希望说从国外回来的这样有进出，尤其在高风险地区有旅游史的，在一定的时间内，那当然可能比较不适宜。陈时中表示，
滴流小法团什么时阵延期？爱看交通部相关的作业。即马两边疫情相对较低，尤其逼流甲即马零确诊，希望用绿色通道来确保安全。另外，针对国际奥委会要提供选手注中国籍新冠疫苗，但市长强调已经安排台湾选手伫国内做第一剂的疫苗，会做好才出国参加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摇力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26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台湾总无增加病例，目前是984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44万例。目前疫情全世界上届食力的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印度甲巴西拢超过1130万例，欧洲迄边，英国已经超过426万例，法国超过410万例。国际消息：美国奥勒冈州上大城市波特兰，去年因为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互警方逮一个无愧死亡的事件，常常发生暴动。即马换一位新总统，拜登政府就任到打，社会暴力也是无法度控制。当地时间11暗，波特兰阁有反种族主义的团体烧国旗、阁牵炸弹。当地警方讲，这2天可能会阁较严重。在波特兰市政府附近的联邦法院大楼，和安提法抗议群众放火，虽然火势真紧就被拍花，不过法院周围的街路已经亲像战场同款。事实上，同款的场面伫去年热天，也就是弗洛伊德事件了后，到大选进程的几个月，都伫全美国各地重复上演。波特兰阁有连续100天发生暴动的记录。因为安提法甲非洲的权力团体 BLM 拢正明显支持民主党，所以伫民主党完全执政的波特兰当局采取真容稳的态度，佮要求警方袂当强力镇压。不过，为拜登政府就任第一天开始，安提法这团体无收手的现象，2礼拜之前，佮直接冲到波特兰民主党办公室，将玻璃窗共破。There's more we can do with our county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judges and others to, let's just say, make it more inconvenient for repeat offenders. You have to hold people accountable. 外电引用警方讲法指出，所来去这个州月，波特兰真可能有更较济、更较激烈的暴力冲突。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日本福岛核灾满10年啊，咱台湾敢有要重新启动核四厂？今年8月就要办公投，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宣布，伫咧公投进前，逐个月上尾一礼拜五拢会办集会，宣扬核四无应该重新启动的理念。舞台头前的太阳能板，也有都灵电池设备。这场有望3亿个别核电活动以利能作为活动电力来源。除了向福岛核灾受灾者致上慰问，也个对8月要重启核四公投正式宣战。我们每个月都希望能在这边看到更多的朋友，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一起回来，我们一起来将这个反核运动的这个最后一仗能够一起打赢。全国废核行动平台要伫8月进前，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五暗时6点，固定伫自由广场集会，继续宣扬核四无安全，不应该重启。如果我们今年投下了重启核四一票，那很抱歉，就是把一个快要死掉的机组投下去，而且他没有办法活过来。我们的说法是10年之内都不可能发电。不过支持公投的清大教授李秉认为，核四应重启，不过依法受管理会监督，若管理会无善尽监督责任是失职，而且核四无法度商转，免由政府单方面来决定。难道只有你政府的人关起门来说他不行，他不行，不给大家看吗？没有道理的事情啊！也认为福岛核灾确实是不幸的代志，不过核灾过后，国内外核电厂拢提升安全等级。那全世界的电厂也都做了相关的改善，包括台湾。我觉得以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核能电厂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使用的。管理会回应，核四自103年封存后来转归自然维护，依然有真侪措施甲改善案还未通过。它在封存的时候就有一些测试，
还没有完全通过我们的审查。而且辅导相关的改善案，他们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如果他要重启的话，确实要全面重新盘点评估。原民会也强调，加强地质问题，要搁重新调查，所以现阶段核试并无得到完整的审查认可，未当符合安全要求。不过支持中企李炳教授表示，公投是人民意志的展现，若过关政府就依法办理，若无就是欺骗。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拿部迁村的草案，将高雄市政府举办头一场说明会，市长陈其迈甲经济部长王美花拢有参加。针对一坪换一坪、空屋补偿费用、价格弱势族群安置这寡议题，陈其迈逐条拢有回应，嘛答应讲会继续开说明会，甲民众找到共识。17期重划区必将拥有比美术馆农16更高的增值未来。说明会讲出大拿埔迁村地点4khu位环境，甲未来规划愿景影片。高雄市政府2月初5公布迁村草案了后，头一场说明会13早起举行，由市长陈其迈甲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自出席。会议一开始，陈其迈先主一支强心针，强调说明会唔拿3场，无共识会继续沟通。3场的说明会若无够，市长第4场嘛伫遮，第5场嘛伫遮。第6场嘛伫遮，讲到大家有共识，咱才来签发；讲到大家欢喜，咱才来签发。所以你也免紧张，讲会安怎，拢袂市长就大家保证。毋但会场内，场外也坐满关心自身权益的民众，居民轮流登记提问，关心当年空污危害居民健康，甲弱势民众无地无厝补助问题。这个空气污染赔偿法要怎处理？因为阮遮受过了10吨的空气的污染，互阮真好的身体煞了拍歹。拜托一下，这条一定要纳入。局长有过宴请，我觉得那地方不错。不过你也想到转啊，下当几个起遐大？你内底作者法规拢是内底7.5以下，袂使一皮换一皮。15皮以上的，你嘛袂使搁加土地互伊买。大拿埔迁村关系11000多户家庭的未来，要居民烦恼说明会了时了日。以及过去开的说明会，你承诺的项目，你可以用公文记录寄给每一个里长里办，以供大家阅读了解。面对居民问题，陈其迈一一回应，充分展现诚意。佮强调，迁村条件绝对比阿毛港、汤圆、航空城较好。也毋过，居民迁离世代大所在，到底补偿条件敢会当得到共识？市府考验犹原未遂。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为了落实护员工1礼拜休2天规定，按算要用新的轮班制度。毋过，这款新制度会互劳工逐个月加班费平均减8000以上，所以台铁企业工会宜兰分会就发起抗议活动，刷落来清明连假所运强行受到影响。台铁企业工会宜兰分会不满台铁局单方面配加班协商无共识，却计划强推4轮3班新制，原本2轮1个，计1礼拜休分成2个班，若改为4轮3班加班费平均强行就8000万。为了争取权益，准备清明连假也发休假。礼拜6不让我加呢，那国定假日我也不加了。要求我所有的这些车站的会员嘛，这几天的国定假日不同意加班。你本来就要遵守协商约定，是你先毁约背信，不是我工会今天故意跟你捣蛋。台铁企业工会宜兰分会理事长吴俊仪批评交通部台铁局卫生经费违反过去2年1约的劳资协议，强调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人送出假单，其中包括多位站长、票务人员、列车长等，有计大约230人响应。到时毋拿宜兰站双溪站变空城，恐惊间接影响东北部29个车站。是不支持啊，因为我家住比较偏远，到台北这边来的话，必须要搭火车，都停班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也同意啊，他现在没加班费，那就休假是合情合理了。台铁企业工会总会理事长陈世杰表示，尊重宜兰分会人数，也毋过希望完成请假停驶。佮强调，目前4轮3班还未正式启动，无建议发起行动。4轮3班这个问题，工会没有同意的话，它是不可能实施的。会员想在国定假日不出钱，那我们得尊重。对此，台铁真强调无愿意正面回应，也毋过事后表示，已经对清明连假车班进行完整规划，会确保行车正常行驶，完成疏运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袂少欧美国家有卖一款号做清冠1号的中药，讲治疗新冠肺炎是真有效，市场的反应是真热。虽然讲这款药啊是咱卫福部所研发的，不过陈市长是表示讲，因为这贴药啊也无摕到药品的许可证，伫咱台湾的市面也袂无。就是这由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研发出来中药复方清冠1号，专门治疗新冠肺炎。去年10月成功外销到欧美市场，因为台湾临床试验已经证实，这复方成分能有效对抗新冠病毒，佮压制细胞激素风暴出现。平均用药9天用3菜饮出院，也能防止轻症患者变重症。我们最常用的是鱼腥草。鱼腥草的话，一般来说至少用到5000以上。它对于一些感染症状啊，例如说咳嗽、房舍的痰啊，都具有很好的疗效。中医师公会表示，清冠1号是由板蓝根、臭草草等10种中药材所造成的中药复方，也是中医师常常用的处方用药。比起西药，副作用较少。即卖伫欧美国家卖了真好，短4个月内就创造将近3000万新台币营收。不过伫台湾无法度卖。它在里面要台湾变成药物要取得药证，那因为它是一个治疗性的药物。所以相对在台湾的病例非常的少，所以临床的研究相对进行比较缓慢。陈市长强调，伊肯定中医师对防治新冠肺炎的努力，也仰望清冠1号应早日摕到台湾药证。另外，中医师提醒，最近网络流传清冠1号的配方，建议民众唔通家己听药来食，而是要经过专业中医师做诊断。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最近小型的卫星长时行，纽西兰看到这项商机，要伫今年互释放卫星的太空飞机，直接对一般的机场升空，唔免搁甲外国借火箭来载运。即马看到的这台就是纽西兰黎明航太公司设计的太空飞机，即马号名叫做极光。机身中段的火装会当装重量50公斤到100公斤的卫星，飞起来了。伫咧离地面100公里的次轨道放出火星内面的小型卫星，等到地面了，重新改装燃料、安装废物，就当再度使用。以往的次轨道飞行器，或者是离地面更较远的轨道飞行器，无论是其他公司的太空飞机，或者是更较早进前的美国太空梭，虽然拢强调会当回收再使用，也毋过要飞起咧天顶，临时爱装伫咧随地发射的载运火箭。若无就是爱用大型飞机，甲伊载到一定高度，甲伊放开了，1点度火箭引领飞到更较悬的高度。这种做法的麻烦所在，就是伫咧成功的地点附近空气才会健康。若无就爱找，正像是南美洲发射的圭亚那，或者是南太平洋岛屿即寡正偏远的所在。极光太空飞机因为是自一般的机场用本身的喷射推进动力起飞，直接飞向有定高度执行放卫星的任务。所以研发的纽西兰太空局甲业者就要开时间甲纽西兰民航局协调，提出起飞的数据，向民航局申请适航认证。打算伫今年就要展开正式的起飞，会创下人类航太加太空的第一例。纽西兰人口500多万，无到台湾的1/4，国民生产毛额差不多台湾的1/3。不过纽西兰政府奖励新创企业研发适合家己的太空载具。譬如讲，去年纽西兰国家高科技奖伫咧年度创新企业项目，就是研发太空飞机的黎明航太摕到。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无理在，今日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较凉，但是对明仔开始各地气温回升，这款温暖的好天气会一直到拜5。不过西半部甲外岛地区会较大雾，骑车甲赛车就要注意。咱就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16度到26度，南部地区19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4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12度到21度。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咱明仔载再会。